台南地检署起诉91亿的公电弊案，但为何独留中央关心的民意代表甲能源局的官员？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柯志春的带领，包括议员蔡玉辉、李中琴、蔡宗豪甲罗坤福等侪位的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。因认为，如果无中央民意代表的介入，能源局就袂来南下开会，怀疑当中并无单纯。立法委员就不敢办，还是讲议员这个大了也都唔敢办，这是我们质疑的问题。无迄个能源局局长、副局长，伊无平白无故要替伊担这个罪嘛，要跟他配合嘛，这是阮今仔记者会上重要的目的。按起诉书内底看会出来的缺点伫遮啦，包括立委伫咱立法院召开的作解，台南市光电自治条例很多。我们就很起疑，咱感觉看你个拢无啥敢办的款呢？既然司法单位已经有起诉了这样的一个共构的一个利益的集团，那我想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以防万一类似这种的在发生，但我们希望已经有明确的起诉以后，我想应该要追查的还是要追查。应该要把事情厘清的厘清。党团一直接到的资料显示，除了希望检调会用继续来追查，另外针对地方议员向经发局索取的资料，以及官员涉嫌盗理，嘛进一步来追问市府政风处甲经发局的调查状况。我们这边查的资料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用地变更的部分大概是485公顷。那以溧阳就是所谓的5天公司，就是没讲的5天公司的部分的话，它是162公顷。那162有没有全部合法啦？是都不合法啦。162公顷在目前除了因为目前起诉的部分的内容部分，我们目前还没收到资料，哪些东西是不是在被检察官起诉认为不合法的部分，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收到相关的讯息。另外，议会国民党团针对溧阳集团非法的小二家当中有不法的利益，议员关心当时才用来撤缴。对此，经发局回应，如果判决确定，就会来撤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